为着模糊虚拟资产变做诈骗的工具，金管会即马是表示，按算伫今年12月底进前，政府会推出虚拟资产管理专法的草案。若虚拟货币业者爱先成立公会，公会成立了后，主管机关就会和公会有直接，无加入公会业者会互处罚。虚拟资产创造犯罪洗钱、投资诈骗纠纷事件也常听到。为着防止虚拟资产甲交易假冒事件 ，WISP 变做诈骗工具，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早起伫立法院表示，伫国际出世个以洗钱防治为基础，分4阶段，渐进立管虚拟资产业有计今年12月进前提出虚拟资产管理专法条文草案。目前已经完成法遵声明之 WISP 共25家，形态包括交易所、买卖平台、实体店面、虚拟资产自动柜员机及托管系统商等。彭金龙表示，虚拟货币交易有无记名、跨境加较无好追踪的性质，各国开始加强监管，只是境外北商虚拟货币交易所透过网络跨国交易真歹管理。即马有2万多种的虚拟货币，金管会要安怎伫台独代购等方面进行立管，也引起立委关注。不一定要在跟台湾的币商买啊，我可以上网全世界哪里去弄。假设我们的金流流到海外去的话，那我们应该怎么跟国外的这些政府机关做一个合作？这个确实是国际上应该要加强努力。比如说，我们希望透过未来国际组织一起来参与这个问题，看怎么解决。虚拟货币现在有22000多种，而虚拟资产是一个还在演进中的概念，还有包括它很多技术上，比如说任何人他都可以发一个币。但是它有没有价值，这要市场来认定。这也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诈骗集团，它可以用来一个很重要的点。所以这是我们未来的挑战。另外，虚拟币商会伫13成立工会，因过调查立会周期，成立工会了后的管理成效，甲安怎落实自律规范，不良币商敢是会借出洗币。有 all day 的业者的话，占的比例比较高，你期待他弄出什么样的自律规范了？工会成立以后，也是我们开始纳管的很重要的步骤。这个法务部主要的合作的单位就是币安。不是法务部找的，是那个检察机关找的。彭金龙表示，工会成立了后，等于主管机关甲业者有对话窗口，会立即自律法则，也会对无登记的币商扣刑责。有计伫12月底进前提出虚拟资产管理专法条文草案，后手会办理法规有各公听会，各依各界意见进行调整修正。明年6月进前将这个专法草案报院记者综合报道。